在这个早暝的超级满月，是来照光着规个东海岸。乡亲若是看无到，也阁有机会7月14，阁会当看到这种上大的满月。另外，阁有一个互天文迷真痛的消息，就是五星做伙来出现的天文奇景，包括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。 会按照着顺序，一个一个来出现。上尾啊，五星会同时出现伫个夜空当中，排做一列。台北天文馆讲，上界理想的观赏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0的半暝4点半左右。往这个东边的天空看过去，就会当看到这个真稀罕的天文的场景。 来到东部海岸，夜头会当看到月娘，暗头会当欣赏到海景。14号暗时出现超级月娘，甲东海岸笑甲金死死，就亲像是100度这么水。 透过镜头我近看，会当清楚看到月娘的头壳。打神悬的时，亲像搁会淡薄仔歹势，展现粉粉的色水。暗时拄好飞龙机飞过去，拖长长的飞龙机云，甲月娘分做2轨。这是今年头一摆出现的超级月娘。若是无看到，无要紧，阁有机会。在下个月7月14号的超级满月，其实会比这个月的稍微更大一点点。今年的超级月娘刚有2摆，想要看都要经把握上尾机会。随落来，阁有5星同齐就会出现真罕的快画面。高丽乡亲为东北边慢慢升悬，探为南边天顶排做一列。顶摆出现已经是6年前的代志。台北天文馆嘛讲到，上适合看的时间地点。到19号、20号左右的话呢，大概是最适合观赏的时间。清晨4点半左右的话，东方比较没有遮蔽，然后天气好的话，其实全台各地应该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。爱看天文的民众，大金把握机会，因为这摆无看到，大等到2036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